当巅峰王杰遇上巅峰谭咏麟，现场一人一首经典代表作，音乐伴奏突然消失，你觉得谁的唱功更胜一筹？第一首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。第二首谭咏麟一生中最爱。如真如假，如何分身飾演自己？會將心中的溫柔獻出給你，唯有獨知己。如痴如醉，還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離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